Richard 係一位年輕有為嘅返工族，西裝筆挺，眉宇間卻藏住一絲揮之不去嘅陰霾。為咗應付家中急需，佢將唯一嘅安樂窩抵押俾財務公司。佢望住窗外嘅繁華夜景，腦海中閃過轉案呢個詞，但係佢隨即搖頭，覺得嗰太遙遠，太複雜。家本應係避風港，如今卻氣氛凝重。佢同太太嘉儀同台食飯，卻相對無言。嗰筆高達13厘年息嘅貸款，好似一塊無形嘅巨石壓喺兩人中間。夜深人靜 ，Richard 輾轉難眠，月光如水銀瀉地，冰冷地灑喺床邊。佢睇住身旁熟睡嘅嘉儀，心中充滿愧疚。一個可怕嘅念頭浮現，也許賣掉呢一層樓係唯一嘅出路。喺一家咖啡館嘅角落 ，Richard 向好友亞文傾訴困境。亞文聽罷，認真咁話：我之前亦都遇過類似問題，係經絡按揭轉介幫咗我，佢哋係呢一方面嘅專家，你不妨問問啊。抱住姑且一試嘅心情 ，Richard 撥通咗經絡嘅電話。電話嗰頭嘅聲音沉穩而專業，俾佢焦躁嘅心情平靜咗唔少。佢預約咗諮詢呢一步，仿佛係踏出深淵嘅第一級階梯。喺經絡寬敞明亮嘅辦公室裏面 ，Richard 同嘉儀見到按揭專家 Alex 好專業，佢耐心咁聆聽佢哋嘅狀況，眼神中充滿理解同埋自信。等 Richard 緊繃嘅膊頭不自覺咁放鬆落嚟。Alex 係清晰咁分析咗佢哋嘅財務狀況，並提出咗一個完美嘅解決方案，將物業轉安至利息極低嘅銀行，唔但止能夠大幅減輕每月供款，更加能夠套現一筆資金，足以一次過清償財務公司嘅高息債務。當所有文件簽署完畢，嗰筆沉重嘅債務終於還清時 ，Richard 同埋嘉儀走出銀行，仿佛重獲新生。陽光溫暖咁灑喺佢哋身上，驅散咗連日嚟嘅陰霾。佢哋嘅屋企又恢復咗往日嘅溫馨同歡笑。Richard 同嘉儀喺廚房裏邊一齊準備晚餐，隨住輕鬆嘅音樂輕輕搖擺，間屋唔再係負擔，而係佢哋共同經營嘅充滿愛嘅空間。傍晚 Richard 站喺露台上，眺望住萬家燈火嘅城市。呢一次佢睇到嘅唔再係壓力，而係無限嘅可能。佢深深吸咗一口氣，心中充滿咗對未來嘅希望，同埋對專業幫助嘅感激。